如果你仲以為美國出手托債市，香港銀行出盈利業績，就代表市場風險已經過晒，可以放心入市，我勸你即刻停手。今日呢條片，我會同你拆穿兩大市場超級假象。美債救市根本就係治標不治本嘅假救市，而香港本地銀行嘅盈利回升，亦都係暗藏巨量壞賬嘅賬面假象。90%散戶都被表層數據誤導。今日我哋由宏觀美債博弈，一路拆解到港股銀行深層資產風險俾你睇清，而家金融市場最真實、最殘酷嘅底層邏輯。歡迎收聽今期嘅財經採購 Podcast。近期全球宏觀市場出現咗超預期嘅風格大切換，一直被視為全球資產定價軸心嘅美國長債收益率突然急速抽升，打破咗近20年嘅市場運行節奏，直接搞動美股、黃金、外匯等所有大類資產大幅波動。美國財政部罕見出手干預債市，短期穩住咗市場氣氛，但背後暗藏住美國債務體系嘅深層危機，亦都徹底改寫咗市場對美聯儲貨幣政策、全球流動性週期嘅原有預期。同一時間，港股本地銀行板塊陸續公布業績，部分銀行賬面盈利大幅增長，營造出基本面回暖嘅假象。但剝開表層數據，內裏隱藏嘅不良資產積壓、貶值契提暴增、地產貸款風險集中爆發等問題，遠比大家想象中嚴峻。今日我哋結合最新市場數據、政策動向同行業底層邏輯，逐層拆解兩大核心議題，幫大家穿透表象，睇透金融市場背後嘅真實規律。首先將視線聚焦去全球宏觀核心戰場——美國國債市場。近期海外交易時段入面，美國30年超長債收益率持續走高，盤中一度突破5.30關口，創出近20年嘅最高紀錄。熟悉全球金融體系嘅朋友都知，30年美債係全球長線資金定價嘅核心基準。佢嘅收益率走勢直接決定全球資金成本、股票估值、大宗商品價格同跨境資金流向。同2年、5年短期國債唔同，短債主要受美聯儲基準利率影響，而30年長債收益率真實反映嘅係市場對美國長期財政狀況、遠期通脹、債務可持續性同長線流動性嘅預判。今次大幅異動，絕對唔係簡單嘅市場情緒波動，而係美國宏觀基本面長期惡化嘅集中爆發。今次長債收益率狂飆嘅核心誘因係全球投資者對美國無限擴張嘅債務規模產生咗深度恐慌。近年美國財政赤字常年高企，政府債務總量不斷膨脹，無序擴張嘅債務規模令全球債券投資者持續拋售美債，導致長債債市持續走弱，收益率被動飆升，長端利率急速上行，會直接推高美國企業融資成本、居民按揭利率，同時壓制美股成長股估值，加劇金融市場波動。如果任由呢個趨勢蔓延，好大機會引發美國金融體系流動性收緊，甚至觸發逐步金融危機。正因為察覺到呢個潛在風險，美國財政部迅速出台維穩政策，由財長牽頭推出國債回購擴容措施，正式出手干預債市拖底市場。根據官方最新公布嘅政策細則，美國財政部將長債單日回購額度由原本嘅20億美元直接翻倍至上10億美元。操作標的主要覆蓋10年到30年嘅長年期國債，精準對沖超長債收益率飆升嘅壓力。政策公布之後，全球債市即時回暖，30年美債收益率由5.30嘅高位快速回調至5.18附近，短期拋售壓力明顯緩解。好多散戶見到收益率回落，就樂觀認為美債危機解除，債務風險可控，官方已經成功穩住市場。但站喺專業財經角度，今次回購操作嘅本質同市場普遍嘅解讀完全唔一樣，大部分投資者都誤解咗呢次政策嘅真正作用。呢度我哋必須分清兩組極易混淆嘅金融工具，呢個係讀懂今次美債救市嘅關鍵。財政部長債回購對比美聯儲傳統 QE 量化寬鬆，兩者表面上都係入場買債托市，但底層邏輯、資金來源、政策效力同市場影響簡直係天差地別，絕對唔可以混為一談。首先講大家熟悉嘅 QE 量化寬鬆，呢個係美聯儲核心嘅貨幣寬鬆手段，本質係央行印鈔喺2級市場直接買入國債、按揭抵押證券等資產，主動向市場投放基礎貨幣，增加整體流動性，壓低市場利率，托底各類資產價格。QE 嘅核心係增量放水，可以從根源上改善市場流動性，長期對沖債市下跌風險。但今次美國財政部推出嘅長債回購完全唔屬於貨幣寬鬆，
本質只係債務期限結構微調工具，零增量放水屬性。財政部用於回購嘅資金唔係新印嘅鈔票，而係早已納入財政預算，專門用於債務管理嘅存量資金。操作邏輯只係用短期財政資金置換市場上嘅長期國債，減少流通長債籌碼，短期舒緩長債供需失衡嘅問題。簡單講 ，QE 係為市場加資金，徹底改變流動性總量。而今次回購只係調籌碼，僅僅優化短期供需，完全冇解決美國債務無限擴張嘅核心病根。正正係因為呢個本質區別，今次政策帶嚟嘅市場回暖，只係短暫嘅脈衝式行情，完全冇長期持續性復盤。過去20年歷史數據，美債長端收益率極少，突破5.3，每次觸及呢個位置，都代表市場對美國債務風險嘅定價去到階段性極值。今次利率飆升嘅三大核心根源：財政赤字常態化、債務規模持續膨脹、遠期通脹高黏性，完全冇因為今次回購政策得到改善。多家海外頂級機構，包括瑞銀、富國銀行嘅最新研報都一致指出，財政部嘅干預只可以平滑短期波動，絕對扭轉唔到長端利率中樞上行嘅長期趨勢。後市長債收益率仍然會反覆震盪走高。基於當前嘅政策格局同市場基本面，我哋可以提出一個極具參考價值嘅後市。假設未來半年到1年，美國金融市場將會進入一個全新嘅特殊週期。財政托底債市貨幣持續偏緊，一方面財政部會持續用回購擴容、優化債務結構等手段，壓制長債利率過快飆升，避免債務利息成本爆升，引發財政崩盤。另一方面，美聯儲受制於高通脹壓力，根本冇條件重啟貨幣寬鬆，甚至會維持高利率更長時間。呢種政策錯位格局會令美股、美債、黃金持續大幅震盪，單邊大趨勢行情徹底絕跡。全球資產進入長期重構階段，對於跨境投資者嚟講，過往降息利好股市、放水推升資產嘅舊交易邏輯已經徹底失效，必須全新適配呢套政策博弈節奏。講完牽動全球嘅宏觀債市變局，我哋今日重點拆解另一個被大眾忽略但風險極大嘅板塊——香港本地銀行業嘅真實資產質量同業績假象。近期多家香港本地銀行陸續公布階段性經營數據。其中東亞銀行嘅財報最具代表性，徹底暴露咗當前香港銀行業表面復甦內裏承壓嘅真實困境。好多散戶睇銀行財報，淨係識睇營收同淨利潤增速，見到盈利上升就認定行業回暖、基本面好轉。但識得睇盤嘅投資者都知，銀行業嘅核心價值從來都唔係短期帳面利潤，而係資產質量、不良貸款率、減值壓力、資本充足率呢啲核心風險指標，呢啲隱藏數據先係決定銀行長期估值嘅關鍵。先睇東亞銀行嘅表層業績，帳面數據睇落相當亮眼，階段性股東應佔盈利達到24億級別，同比往年顯著增長。核心經營盈利增幅更加誇張，接近2成。淨係睇利潤表，好多市場分析會直接得出，銀行業最壞時刻已經過去，風險徹底出清，行業迎來復甦拐點嘅結論。呢個亦都係近期少量資金回流港股銀行板塊嘅主要原因。但只要我哋深入拆解財報附注、資產負債表明細，再結合該行過去幾年嘅風險處理節奏，就會發現呢一輪盈利增長根本唔係業務回暖、資產改善帶嚟嘅，只係銀行用財務手段延後風險、集中契提減值、一次性出清歷史包袱做出嘅帳面假象，完全冇持續性，反而代表銀行嘅資產風險正式進入集中爆發期。想要睇穿東亞銀行嘅深層風險，必須梳理佢過去數年嘅風險處置策略。早喺2016年年中，該行嘅資產隱患已經逐步浮現，不良貸款苗頭顯現，資產減值壓力持續上升，各類問題資產風險不斷累積。但隨後幾年，東亞銀行採取咗香港保守派銀行最典型嘅拖延式風險處理策略，唔主動集中出清問題資產，唔一次性足額契提減值，反而透過債務重組、資產展期、財務調節等手段，將風險延後暴露，平滑每一期嘅財報數據，避免業績大幅波動引發市場恐慌。同佢對立嘅係香港銀行業嘅激進處置派系。呢類銀行一旦發現資產風險，會第一時間足額計提減持，批量打包賤賣問題資產，快速剝離不良負債。短期會令財報利潤大跌，但可以快速出清風險，輕裝上陣。而東亞銀行嘅拖延策略，表面上穩住咗財報，穩定咗市場信心，實質令問題資產越積越多。
尤其係 Senior 地產貸款、內地房企相關貸款、中小企經營貸款嘅風險持續發酵，由細微隱患慢慢演變成系統性資產風險，為後續巨額貶值契提埋下重大伏筆。經過數年嘅風險累積，過往隱藏嘅所有資產問題已經無法再掩蓋。東亞銀行正式進入規模化、集中化嘅風險出清週期，呢個亦都係近期財報出現大額貶值、帳面盈利虛高、實質暗藏虧損嘅核心原因。我哋透過3組核心數據，徹底拆解佢嘅真實資產狀況。第一組，金融工具同投資物業嘅貶值契提規模大幅飆升，階段性貶值總額接近30億，對比往年同期25億嘅水平顯著增加。當中近70%嘅貶值損失全部同商業房地產貸款相關，涵蓋香港本地商業物業同內地星亞地產兩大高風險領域。細分落去呢部分貶值數據，內地星亞地產相關貶值佔比40%，香港本地新野地產佔比超過20%，完美對應咗近幾年內地房企債務爆雷、香港商鋪寫字樓空置率飆升、物業估值持續下跌嘅市場現狀。內地房地產行業經歷數年深度調整，大量中小房企違約項目停工，資產貶值。銀行持有的開發大、經營大，抵押物價值大幅縮水，企業還款能力徹底崩壞。而香港本地核心商圈商鋪夾執寫字樓受跨境人流復甦發力、池疫擴張、醫院低微、中小企經營慘淡影響，租金回報率持續下行，互業成交價不斷回落，自資投資銀行相關抵押資產貶值，貸款不良率被動攀升。第二組關鍵數據係投資物業專項貶值，呢項數據由往年低位大幅暴漲，階段性突破4.1億，同比增幅數倍。數據移動嘅背後係東亞銀行過往一項極具風險嘅操作。早年部分房企同企業出現貸款違約、無力償債時，銀行冇選擇市場化折價出售問題資產，反而透過債務抵償方式直接接手違約企業嘅物業資產，由債權人變成物業業主，寄望等待市場回暖、物業升值之後再賣出套現，規避一次性大額帳面虧損。呢種操作喺樓市上行週期確實可以規避短期虧損，博取增值收益，但喺持續下行嘅地產寒冬週期，只會牢牢套死銀行資金，持續放大資產風險。過去幾年，港澳同內地新嘅地產持續調整，物業估值一路走低，銀行接手嘅大量抵債物業完全無法市場化出售，冇任何現金流回籠，反而需要每一期持續契提資產貶值。呢個就係投資物業貶值暴增嘅根本原因。當中包含大量本地知名企業、陸豐集團等違約主體嘅抵債資產，呢啲陳年問題資產至今仍未徹底出清，未來仲會持續產生貶值壓力，拖累業績。第三組最能體現風險惡化嘅數據，係區域不良貸款率嘅極端分化。從香港銀行業整體數據嚟睇，行業整體壞賬比例輕微改善，由年初嘅2.01回落至1.87，營造出行業資產質量整體回暖嘅假象。但東亞銀行嘅不良貸款率逆勢上升，由舊年底嘅2.69%微升至階段性2.71%，大幅跑輸行業，平均風險暴露程度遠超香港同業。當中最值得警惕嘅係內地業務板塊，內地業務不良率已經飆升至3.20%，不僅遠高於自身香港業務，亦大幅領先香港同業內地業務嘅平均風險水平，足以證明佢內地資產佈局嘅風險集中度極高，隱患極大。好多投資者都會疑惑，既然資產風險持續惡化，貶值壓力爆增，點解東亞銀行仲可以做到帳面盈利增長？答案好簡單，完全靠當期營收回暖硬撐。數據顯示，該行階段性淨利息收入增長13%左右，非利息收入增幅更加亮眼。保險代銷、投資交易、貸款手續費、財富管理等中間業務全面增收，帶動整體營收穩步提升。換句話講，銀行係用當期實實在在嘅經營利潤去對沖陳年不良資產嘅巨額貶值虧損，先勉強做到帳面盈利轉正。但呢種盈利模式完全冇可持續性，純粹係拆東牆補西牆嘅短期帳面收息。最能夠揭露真相嘅係內地業務嘅最終業績。即便內地業務營收穩步增長，但受巨額金融工具貶值、地產壞賬契提嘅雙重拖累，最終內地板塊錄得5.7億嘅淨虧損，經營壓力極大。呢個數據直接戳穿咗業績回暖嘅假象，表層嘅營收增長改變唔到資產負債表崩壞嘅事實。銀行嘅核心問題從來都唔係短期生意唔好，而係多年累積嘅不良資產風險集中爆破。
為咗化解持續累積嘅深層資產風險，東亞銀行管理層早已定下明確嘅風險處置目標，計劃喺既定週期之內全面清理2016年以嚟累積嘅歷史遺留不良資產，重點出清新嘅地產類問題貸款，透過批量出售資產核銷、債務重組、司法處置等多種手段，徹底剝離歷史包袱，重塑資產質量。從行業週期嚟睇，而家香港多家銀行都進入集中風險出清階段，無論係內資銀行香港分支定係本地老牌銀行，都係加速處置地產類不良資產。東亞銀行嘅操作只係行業週期嘅縮影，絕非個別案例。呢度我哋延伸一個極具討論價值嘅行業假設：今次香港銀行業集中大額減值批量出清風險，究竟係風險見底、利空出盡，定係新一輪風險週期嘅開端？結合當前市場基本面同資產走勢，答案明顯係後者。第一，內地房地產調整週期遠未結束，房企債務風險化解漫長，抵押物估值仍然有下行空間。銀行相關貸款嘅減值壓力並未完全釋放。第二，香港新嘅地產復甦極度乏力，企業擴租、新店開業、寫字樓入住率等核心指標冇實質性改善，物業估值持續承壓。第三，過去幾年，銀行透過展期重組隱藏嘅中小企貸款風險，會持續陸續暴露，未來不良資產生成速度會維持高位。換句話講，而家嘅集中減值只係風險出清嘅第一階段，未來1到2年，香港銀行業仍然會處於風險消化週期，不良率、減值計提規模難以快速回落，行業盈利修復會持續承壓。市場普遍傳言嘅銀行業最壞時刻已過，只係散戶嘅片面樂觀，完全唔貼合行業真實基本面。當然，我哋都要客觀看待東亞銀行嘅風險承受能力。佢之所以夠膽喺現階段集中出清風險、大額計提減值，底氣完全來自雄厚嘅資本實力。最新數據顯示，該行普通股本一級資本比率維持喺25系嘅超高水平，資本充足率大幅超越巴塞爾國際監管標準，亦都遙遙領先香港同業。安全邊際極高，充足嘅資本儲備令銀行完全有能力刮骨療毒，唔使擔心集中減值會導致資本不足、流動性危機等問題，可以趁住而家經營盈利穩定、資本充足嘅窗口期，一次性清走多年累積嘅資產包袱，為長遠發展鋪路。從長線投資角度分析，呢種主動出清風險嘅操作，短期會壓制財報表現，拖累股價走勢，但對銀行長期估值修復絕對係利好。過去幾年嘅拖延式避險，令風險持續累積，市場不確定性係不斷放大，投資者無法精準定價銀行真實價值。而現階段嘅主動減值、批量出清，雖然短期陣痛強烈，但可以快速化解存量風險，降低未來不確定性。一旦歷史包袱徹底出清，疊加宏觀經濟回暖、地產市場企穩，銀行將會迎來營收、資產質量、估值嘅3重修復機會。總結今日2大核心議題，我哋可以清晰掌握當前全球金融同港股銀行板塊嘅核心投資邏輯。宏觀層面，美國長債收益率高位震盪嘅格局唔會輕易改變，財政部短期救市政策治標不治本，無法逆轉，債務擴張嘅底層問題，全球高利率、高波動嘅市場環境會持續延續，各類資產單邊大行情絕跡，結構性分化波段震盪將係長期主流。微觀板塊層面，香港銀行業嘅業績回暖純粹係階段性假象，資產風險出清週期仍在持續，板塊短期難以出現趨勢性上漲，後市必須重點跟蹤地產復甦進度、銀行減值力度、不良資產處置節奏3大核心指標，耐心等待風險徹底出清嘅佈局窗口。好多普通投資者炒財經睇行情，成日被表層數據、短期政策同市場情緒誤導，要麼盲目追漲熱門資產，要麼過度恐慌割肉優質標的。歸根到底就係冇穿透表象睇本質，缺乏對宏觀政策、資產風險、行業週期嘅深度拆解思維。今期片由美債政策博弈講到港股銀行深層風險，幫你徹底理清當前市場最核心、最容易被誤解嘅2大主線，建立專業嘅財經分析框架，避開90%散戶都會踩嘅坑。如果今期深度拆解嘅粵語內容對你有幫助，幫你睇穿咗美債救市假象同香港銀行隱藏風險，即刻點讚收藏，轉發俾身邊炒股投資嘅朋友，等更多人避開市場陷阱，建立正確嘅投資思維。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講講你後市點睇美債走勢，
香港銀行板塊同內地地產風險，我會逐一條回覆，同大家深度交流。仲未訂閱我頻道嘅朋友，記得即刻點擊訂閱，開啟小鈴鐺。後續持續更新全球宏觀拆解、港股板塊深度分析市場風險預判，第一時間帶你把握行情，先機規避投資風險。我哋下期再見。